人好容易俾表面迷惑，你展露啲咩感情出嚟，對方會全盤接受。只可順便，為咗呢咁嘅人渣，你坐一世交，你覺得值得咩？做正義嘅人會有好多敵人。我認為喺工作環境當中，有冇朋友並唔係最重要嘅事。呢個世界根本冇天理，冇報應，冇後果。放橋你都識唔到㗎，靠苦會翻生咩？我唔會俾你坐監。可以說服到佢嗰個人，一係佢最信同埋最親嘅人。輪到你老婆㗎啦！呢個人係大祖父最後嘅王牌，佢亦都掌握住成個乾豐唔見得光嘅生意來往。傻妹嚟嘅，你去到天腳底，爹哋都會嚟揾你㗎，知唔知道啊？你做爸爸啦！我哋整蠱我，真嘅，多謝老婆。冇事，冇事，冷靜啲，冇事。我多謝你，無論發生咩事，我都會一直留埋喺你身邊嘅。